奉茶，然后要护手套。好，老师有看到哦，子女们都很用心的在帮妈妈按摩。平时在家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啊？如果有的话，那真是非常的好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今天晚上回家，也许妈妈洗完澡，坐在那边休息的时候，你不但帮妈妈按摩手，还可以帮妈妈捶捶背，跟妈妈撒撒娇。安达感恩。现在子女请起立。传达感恩，传达感恩。好，麻烦服务人员帮我们收护手霜，并致赠今天参与奉茶与感恩礼的护手霜。今天参与奉茶与感恩礼活动的前贤们，都可以得到护手霜一组，就是我们刚刚帮妈妈按摩的那个护手霜哦。所以不但在今天在这个时候帮妈妈按摩，待回去要继续帮妈妈按摩哦。感动嘅，好，我们牵起妈妈的手，让妈妈站起来。请妈妈站起来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啊，就感动。可以在妈妈的耳边说声“妈妈我爱你”。妈妈我爱你。